还是乖静音吼，互咱小等礼拜听书中间会当搁较顺序。这时咱来备办心来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主，阮满心感谢了你。我们这时要安静阮的心来敬拜你，求你圣神引带带领，我们内底属灵的目睭耳孔拍开。主神的上帝话，信心的带领，互伫礼拜几对过程的中间参与投入伫礼拜中间，专心一意来领受上帝恩典。主，阮即时备办心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恳求你接纳阮，将这烦恼重担交伫主耶稣你的手。愿上帝你向阮出声，帮助阮专心来学乐敬拜你。主，阮即时同心祈祷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
你所竞选，互因亲近你，住伫你殿内会埕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心满意足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即只咱三甲来吟诗，阿罗上帝圣诗67首，我心阿罗上帝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咱三个来祈祷。至圣至尊全能阿爸爸上帝，主安感谢你。今仔日是特别的日子，因为经过昨昏的选举，阮献上阮的感谢，因为你犹原疼痛，互阮台湾选出合你心意的赖清德总统。总是阮面对未来，阮犹原有真大的挑战。伫遮，阮恳求主耶稣帮赞带领你所疼痛的福摩沙台湾这个土地，并且恳求主耶稣差派天使、天军、天兵天将保护固守阮的国家。主啊，阮为相连伫个新庄开拓教会成立新庄分堂来献上阮的感谢。主，你呼召我牧师甲20几个同工同齐开拓新庄这个地区教会新庄分堂，甲呾有2年的时间。我若对一开始20几个成长到即马，逐礼拜拢有50人来参加，阮献上阮的感谢。每一个礼拜，阮新庄分堂拢有新的朋友来到阮的所在来聚会。特别上帝，阮恳求你信心大大，做工在新庄这个地区的所在，因为这是一个副都心，是一个新的社区。阮除了感谢，也恳求你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在阮的新庄分堂的所在。阮也要继续用相连祷告的精神来传福音的祭。阮相连这栋大楼嘛开始来备办后日要
重启这个大楼来募款。特别上帝求你保守祝福阮的相连教会，亲自请主耶稣来感动兄弟姊妹，共同来参与这个未来相连大楼改建的这个事工。只是我若要为着今仔日无法度来教会，或者是辛苦病痛、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，我献上阮的关心、阮的祈祷，恳求主耶稣亲自看顾伊、医治伊、帮助伊，互伊会当紧紧恢复伊的身躯健康，伊的灵勇壮，伊的心神会当快活，会当紧紧转来甲阮做伙来聚会。主啊，阮最后恳求你，大大兴起传福音的心智，互阮会当伫灵里有迄个敏感度，知影有啥信心通过阮，互阮知影要去倒传扬你的福音。特别是伫即个末世的时代，阮恳求主耶稣亲自呼召阮相连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互阮拢有份甲你来同工。通过你差遣阮去世界逐个所在来传扬你的福音。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阮安尼祈祷，阮知阮犹原无够野，直接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同声，阮来祈祷。阮有你的名，阮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成，你对你心的天意，阮的心我的下面阮的国度，亲像阮到下面阮的人，我对阮的事，叫阮太太的，有我的有更多许多，太太的心，阿门。咱煞只来刻印，我来刻，各位来印。伫个信息后面23页，刻印第15篇，就是诗篇65篇。上帝啊，伫锡安有人学路伫听候你，听人祈祷的主啊。罪恶较赢我。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以内的。我要因为你的厝，你的圣殿的福气，你出你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上帝的好。伊的水满满，你关爱田园，满伊的沟，修平伊的灵。你用你温den做年冬的冕旒。弟弟旷野的草坡。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，山角用五角做麻来砍。直接咱煞接来邀请咱甲咱诗班来学咯，起头伫起头有道。
感谢主，真水的声。煞接，咱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个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6至15节。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来读。因为圣神阻止保罗甲西拉伫亚细亚省传道，因就对弗鲁加甲加拉太的所在经过。因来到美西亚边界的时，想要入去庇推尼省，不过耶稣的神唔准，因就驶过美西亚落去铁罗亚。迄暗，保罗看见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，甲因恳求讲，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。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了后，阮随时准备要去遐，因为确信上帝有呼召阮去传福音予马其顿人。阮对铁罗亚开船，直直开去萨摩铁拿，过转去到尼阿波利。阮对遐来到马其顿第一区的城菲律比，这个城是罗马的殖民区。阮伫遐住几若日。伫安息日，阮出城去河边，想讲伫遐有基督的所在，阮坐落去。就对聚集伫遐的妇女讲道理。有一个卖紫色布、吹瓦、吹蜡的妇女，名叫鲁底亚，是敬畏上帝的人。伊嘛来听，主开伊的心，互伊专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伊甲规家拢受洗礼，后来。伊恳求阮讲：你若看我有真实信主，请来带阮兜。因安尼甲阮强留伫，阮就留落来。圣经以上，愿上帝话真做咱的帮衬，也真做咱一世人的引带。煞接，咱要邀请咱本堂的牧师裴英道牧师来传讲上帝话。上帝伊的信息是马其顿人的呼声，咱用恭敬的心，咱来领受。这时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了你，互阮会当平安自由，会当选出台湾的总统。无论倒一个政党胜利，阮相信拢有上帝保守甲引带。毋茫以后不只是活伫自由的国家社会，未来国家的和平的进步，阮完全交伫你的手。无论是伫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，尤其会当继续信仰的自由，搁较侪台湾的百姓同胞会当入捌主耶稣基督，求你不断来更新改变阮的国家的百姓，脱离黑暗，入去光明。阮的国家诚做一个当祝福这世界国家。阮安尼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拄仔咱所读经文中间，可能咱搁一摆来思考宣教意义。去年咱用足侪时间介绍咱第一任的小会院长吴威廉牧师夫妇，但是相信不只是会当明白这真好的宣教师的这对夫妇，这个牧师应该是咱传承军队因的精神来做宣教事工。但是透过今所读经文，咱搁来思考宣教，到底要去倒位宣教？宣教对咱的意义是甚么呢？咱拄仔所读经文中间
有几个重点。因经过弗鲁加甲加拉太地区，因为信心不准因到伫亚细亚去传福音。咱想看卖诶，传福音敢毋是好代志诶？宣教是好代志啊！咱信心不准因伫迄个所在来传播上帝好消息呢？当伊到这梅西亚的边界时，因咧思考讲，我来去必推尼省、必推尼这所在来传主的好消息，但是耶稣的灵阁不准。这是真奇妙呢！咱时常教会要做代志，是讲这是上帝话啊，传福音是好代志啊，来信心来主动这代志咧。但是呢，咱看保罗怎样来回应？保罗是顺探信心的引传，不是我家己意爱去带位传福音，因着顺探信心引传，所以因驶过米西亚到天龙啊。迄暗暝，迄暗时啊，保罗就看到一个异象。伫异象中间有一个马其顿人，甲因讲，伊徛伫迄所在讲，请到马其顿来帮助阮。保罗看到这异象就知影，这是上帝引带带领。所以呢，连面就出发到伫这马其顿去。所以咱来思考，我相信。每一个教会拢讲爱宣教、爱传福音，但是上帝主导、上帝呼召，毋是家己想象。我甲一寡人在讨论宣教议题时，有人甲我讲：牧师，即马是去日本上介好，日本大地震啊，真济灾难啊，人的心会拍开啊。啊，有人讲即马爱去欧洲啊，欧洲足侪人无信耶稣，你敢知影？过去英国、美国、欧洲差派真侪宣教士到伫台湾。这欧洲虽然科技真发达，人民生活较袂歹，但是真侪人无信主，应该去迄个所在啊。到底咱的宣教计划要怎样行？在宣教过程中间，咱有看到一群人。保罗在宣教过程中间，毋是一个人哦，伊至少有4个人。保罗家己一个，搁伊伫判讲西拉，后来家己伫提摩太，搁圣经中间讲到迄路加这医生。其实宣教路程中间需要一群人做伙来做主的工，所以咱牧师伫遐提起一项重要的代志是讲。是信心引传宣教的地区甲方向，因经过这个所在，其实信心都不准哦，耶稣的灵禁止因哦，但是是上帝亲自来呼召，所以咱爱有一个概念啊，毋是咱要想要去倒位来宣教，去倒位传福音，爱咱祈祷问上帝，主啊，你要差派我。到什么所在传福音？主因传咱到全世界吗？无啊，有一个所在是上帝所定着的所在。咱看这个图吼，这有水无？咱想看卖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旅馆对无？我就是要去带看卖，这欧洲的旅馆有水无？真水吼！佮继续看，这像什么？礼拜堂啊，这是饭店内底啊，有够水。这是礼拜堂盖的饭店。欧洲为什么这个所在变安尼？因为无相信耶稣啊，礼拜堂关起来，做饭店啊，这度咧做餐厅啊。以前是追求上帝所在。但是即摆诚做餐厅，这是啥？中央迄港台是啥物？制造秘鲁的酒桶啊！可能教会真侪人意爱即种教会，但是毋通袂记，过去因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答
怕离开上帝。真侪人毋捌听过福音，先去离开上帝。咱伫宣教中间，可能毋是讲应该是较进步的所在，福音传甲足紧的，毋是哦。咱应该照着信心的引带甲带领。这图片中间讲到一个，即马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相台中间，你知影？有一群人伫遐设立教会，毋知大家听过 Bill Wilson 牧师无 ？Bill Wilson 牧师因团队伫加沙走廊这个所在办主日学8年久的时间。上帝使用2个人，一个是巴勒斯坦人，一个是犹太人，做伙同工伫遐做主日学。这个教会真特别啊！因伫遐设立主日学，派这2个同工，巴勒斯坦人、犹太人，只儿童传福音。逐礼拜哦，礼拜500几个，拜六嘛500几个人。这2个少年啊，真认真。因为要帮助这儿童，因啊兼第2项工课，赚较侪钱来帮助这个囡仔。买这营养，简单的营养，买食面来提供这儿童的需要。但是这个战争中间，伊失去了因的性命。咱讲宣教要去倒位所在是上帝差派所在，毋是讲迄个所在有危险无？毋是讲迄个所在经济怎样、文化怎样，是信心做工，上帝呼召。等伊过身了后，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主日学老师过身的时，伊爸母真无谅解，为什么我这个囝爱这个人传福音，传主耶稣的福音？为什么甲这犹太人同工？没有为什么牧师甲伊老爸老母讲，背当正经。伊看到这2个少年，知影因信耶稣，因摕到一本圣经，相信主耶稣基督了后，伊性命改变。没有为什么牧师呼召因讲来传福音，伫这个所在，伊都开始这对立的族群的中间，一个巴勒斯坦人，一个犹太人，因为主耶稣的听。做伙同工，500几个囡仔传福音。虽然因真认真，甚至失去了因的性命，但是伊奉献家己本身，所有拢互宣教来使用。当咱生活伫这台湾的都市是这么自由，这么平安，毋知你愿意接受上帝差派无？伫讨论中间，有相信讲，咱要去倒位来传福音，去倒位宣教。宣教是跨文化的，是去另外一个所在讲无款的语言，向遐无信主的人传。但是有3个原则，咱会当来去思考。这是毋是唯一的思考的方法？牧师提供至少3种的方法，咱来思考来去祈祷。头一项透过异象。保罗透过异象知影，伊倒位来传福音。保罗知影讲，主啊，我爱顺探你，毋是照家己意思，乃是照上帝意思。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知影爱传主的福音，咱爱去宣教，爱去日本吗？爱去欧洲吗？爱去偏僻的所在吗？这毋是咱家己决定，保罗就互上帝来决定。所以，咱必须要透过祈祷的中间，领受上帝来引带。咱看到早期宣教师，无论是吴威廉牧师、马偕牧师、马个这些宣教师来到台湾，我相信是透过因敬虔祈祷，上帝引带带领指示。第2项，透过咱的分享，兄弟姊妹分享。吴威廉牧师为什么来到台湾？因为伊高中的时代就听过马偕的分享，高中的时代就听马偕回去分享伫台湾的佛摩萨
传教的过程。所以吴威廉牧师真感动，伊讲献身，伊就立志献身讲，我以后要真做宣教师去传福音。所以这真重要，了解咱要去倒位传福音，马街嘛是啊。但是第三项就是环境的回应。马街为什么来到台湾？1868年的事，一间教会建议加拿大教会要设立一个宣教委员会。伊当阵无适当的人选，大家拢同意。中会内底、教会内底拢同意讲，咱要去宣教，咱成立一个委员会，但是无人报名参加。2冬了后，马街申请加做一个宣教师。当迄个时阵，英国嘛伫遐开会，英国长老教会嘛写批来中会表达支持，邀请加拿大做伙来参与宣教事工。因讲宣教地点呢，因讲爱印度甲中国。真奇妙啊！上帝就透过这2个团队，将马街扯迁到台湾这所在，煞尾定居在台湾淡水的所在。所以有当时咱要传福音、要宣教，不是咱主导呢，是一群人在上帝感动下面做出回应，不是咱家己头壳咱咧想啊。第2项，宣教需要来挖靠一个团队。拄好讲到，这传福音的中间，这保罗伫宣教的旅行，第2届宣教旅行的中间，是一堆人啊。所以圣经写讲，in one 就代表一群人。保罗、西拉、提摩太、路加，佮背后一群人会支持帮助。宣教的路程中间有一项真重要，就是爱有团队啊。马街嘛是有一个团队啊，吴威廉牧师嘛是有一个团队啊。你来看马街迄个时代，吴威廉牧师迄个时代，嘛是邀请真侪台湾人参与伫传福音的事工的中间，毋是只有一个人。当咱教会要参与宣教的事工，你会当做啥物？头一项，你会当亲自来参与第一线的传福音。毋知大家有参加过国外福音队无？过去咱的教会嘛，受 OM 的邀请到伫日本迄个所在。你看倒边迄是日本的宣教师，是美国人啊，外国人啊，到伫日本迄所在去宣教。我相信你到第一线去传福音时，你看到甲因带做伙、生活做伙，因来传主的福音，迄是一换你水的工课。2013年时，我去缅甸迄个所在，我去到缅甸迄个所在，人讲缅甸免插电，为什么？我到机场的时候，落飞机的时要通关的时，无电停电的，国际机场的无电，无法度通关。迄真落伍的所在啊！阮伫遐传福音，只小儿童来传主的福音。咱有人，咱教会嘛派人去医疗传福音，去帮助遐师资的训练，帮助遐儿童。我相信这是真为主做真好的工，但是这团队需要一群人，不是只有一个。你若有心要参与伫宣教事工，你爱好好祈祷，你爱好好准备家己心嘛。咱讲咱今年是111周年对无？咱有一个目标，什么目标？一人一小组，一人传一个，搁有咧。一人一个服侍，一人传一个有简单无？你若无心，连你的同胞伫台湾都无愿意传福音，你要怎样去宣教？你看到迄无熟悉人，你会去传福音？你有这款热情吗？咱伫台湾就养成一个习惯，对世上的灵魂有负担啊！
对这毋捌主耶稣基督人的灵魂有这款的负担，愿意为着因来做一寡代志。所以真重要，咱需要一个团队，到其他的国家，我相信上帝已经备办真好啊！咱台湾直直互上帝来改变，世界出名，毋是要用光咱家己的名，是备办好要做一寡宣教的事工。伫咱的主日学，咱嘛派这儿童短宣到伫其他教会去帮忙，青少年嘛是同款。对细汉、对儿童、对青少年，都要开始，互因学习宣教的事工、传福音的事工。过来咧，你会当参与什么？大道关怀，宣教士派伫其他国家时是真正孤单，用无共款的语言、无共款的文化，真济无奈啊！但是需要大家带导。你会当真做带导者，甚至甲因通电话，甲因鼓励做伙同心祈祷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。这当工需要咱的带导，需要咱斗骹手。第三项，奉献资源。伊讲牧师啊，我就无时间去第一线，可能要10天、2天、4天、5天，我拢无时间。你当奉献一寡资源啊！我记过去，咱的天母小区为着这缅甸所在，奉献一笔钱来乌井的。伊到伫迄个所在无清气的水头啉啊！我到迄个所在时，我看到囡仔讲：“你袂当啉哦！”伊新迄湖水来啉的，是我袂当啉，伊会当啉啊！因拢习惯了。但是乌井帮助因去教会。我相信这是真好的事工，咱不只是将福音传给因，嘛是用这资源来帮助当地教会做这宣教事工。你若无一个礼拜长，是咧互要传主的福音，至少有一个礼拜长啊。虽然我到迄个所在只有一个礼拜长，无电无电风，写大字报，伊无电脑，嘛无单枪，啥物拢无。但是呢，咱会当奉献咱的资源、金钱去帮助。想看卖过去加拿大、英国、美国，嘛出真济钱，开真济钱在台湾这块土地，咱所喜爱的土地啊。但是咱台湾兴起的时间，咱会当出钱带到去第一线传福音，这是咱想象是开始发生伫咱台湾的所在。咱真富裕，咱真自由，咱有上帝引带带领，咱真好教会真多咱的帮助。但是上帝听候什么人要听伊的声，领受上帝启示甲恩典，将上帝听的福音带到全世界。第三项，宣教是宣扬上帝话。传统伊毋是讲咱外能教啊，毋是讲咱教会真大间，咱资源真济，咱起来帮助别人，用光家己的名，毋是呢。传统伊是宣扬上帝话，将上帝真理带到迄群毋捌听过主耶稣恩典的人的中间。咱看到保罗伫安息日的中间，到伫河边伫遐坐啊，伊是讲有人在祈祷，真正有人在祈祷。一个妇人人叫路底亚，后来信了耶稣，因邀请因甲因做伙，就是分享上帝话。宣教毋是传福音外交呢，是上帝来开咱，因为上帝话领教，信心的带领，人的心就开始改变。去年我有一个机会接待一个宣教师。伊是本来是个体操的选手，后来摕到一本伊家己父母的圣经看有，真感动信耶稣。信耶稣了后，信心放伊一个负担伫伊生命中间，伊叫伊阿姊啊办一个营会。这办营会中间吼，就是4点钟读圣经，4点钟运动，8点钟家己的时间。因咧营会中间只有6天，
无什么其他的升学训练，嘛无其他加其他的物件，就是读上帝话，用家己的父母话读上帝话。6天了后，21个人信主耶稣。这21个人经过一冬的时间，来到因的中间讲，来帮助我嘛像你同款，要邀请我无信主的朋友来到这中间。这个国家是伫叨位？你知影？这个国家是伫乌兹别克这个所在。乌兹别克这个所在是回教徒爆至90几个国家呢，因是受到迫害世界第7名的国家。但是因伫遐传福音，一冬了后，因过来甲因讲，请你甲因帮忙，要怎样来传福音？就开始唤起因对35个人开始一个营会，到11、12个营会，本到伫400几个、600几个人，600几个人中间有400几个相信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上帝恩典，伊着分享上帝话，圣经分到愈来愈侪，上帝话愈来愈侪，信耶稣的人愈来愈侪，煞尾3000个人信耶稣基督。但是伫迄所在传福音无简单啊！加在这哈山啊，我实在这哈山这个宣教师，伊讲吼，因兜是做这个旁味的。有一届吼，伊伫行送这圣经的中间吼，互这警察抓着。警察讲：“你内底藏什么物件？”你知影伊安怎回应？这是世界上界低的物件。其实伊是讲圣经啊。但是呢，迄警察讲：“哦，这是旁味嘛，就放因走。”所以伫迄个国家，你知影一本圣经偌济钱无？又看卖，一本圣经10块美金有数目。第2本1000块美金，第3本你掠去关。头一届掠着20天，关20天到30天。第2摆掠着可能3个月，第3届3天啊！你要试看卖无？有一届伊接到电话，讲哇，警察要来啊！啊，伊就招伊太太，伊甲伊太太讲，我爱去载圣经，因为若无将这圣经搬走，互警察拢烧掉啊！所以接到电话了后，马上出发。伊甲伊太太讲。你免管我，我家己去就好。伊太太讲，我要甲你承受痛苦嘛无要紧，为着主耶稣基督原因啊，为着这圣经，因放下伊的性命嘛无要紧。当然啊，上帝引带带领，佫平安过了迄届。但是政府开始真注意即群人，煞尾是伊掠着伊兄弟讲。你马上来我警察局，伊用伊遐个的电话敲互伊啊，讲你即马若无出现，你永远看袂到你的哥哥啊！所以呢，伊将这哈山掠着了，送出去国外。24点钟以来，伊无厝无车，一切需要拢无去，互人送出国。伫飞轮机顶头。你收看伊心情是怎样嘞？伊讲我的灵内底真欢喜，虽然我感觉伊真忧伤，但是伊讲伊的灵内底真欢喜，因为我投资伫迄个，我投资伫是上帝国拯救灵魂，是看做上界重要。人伫世界一切拢会无去啊。但是我投资的永远袂无去的所在，就是上帝事工，拯救失丧灵魂的事工，宣教事工。虽然经过这么多困难，伊煞要到伫美国，住伫美国 Texas， 你知影？这是伊的性命的见证。另外咧，咱生活伫台湾这么好的所在，咱是怎样为主传福音？第4项，
无出来提起，宣告是你去生活中间。路底亚伊甲伊厝内底人拢洗礼，洗礼了后，伊邀请保罗做伙生活，分享上帝话。伊坚持哦，保罗做伙大，咱做伙来分享。那亲像我拄仔讲，迄宣教书嘛是共款，伊是大做伙、徛做伙啊。你知影保罗甲西拉后来受掠，因为保罗赶着一个互贵妇身的这女婢啊，后来这主人用一寡原因来将保罗甲西拉关伫家内底，关伫家内底了，厝家内底头一项代志。圣经第40节讲，因着路底亚的厝内底，加这信徒见面宽免因啊！你知影路底亚一家伙仔拄啊信主耶稣尔定呢？一听到保罗受掠、西拉受掠、受逼迫，会烦恼的。伊可能心内底想讲，有一天我嘛像伊安尼呢，啊，我是要面对，我是要处理。保罗甲西拉做了上介好见证，离开家了后，就去这路底亚这家庭教会甲因分享，甲因劝勉，唔通惊，上帝甲咱伫地，甲咱同在，上帝稳定教遐咱用。拄仔我讲迄宣教师哈山啊，线尾。透过真侪美国的帮站，将伊的某囝拢带转去这美国所在，即马住在 Texas。伊讲啊，虽然我住伫自由的美国，但是我犹原开时间转去乌兹别克的所在，因为袂当转去故乡啊，所以伊到伫这边界的所在。乌兹别克甲其他国家边界所在，甲伊遮文道做伙见面，鼓励因帮助因，大做伙勉励因。我相信宣告就是安尼。万咱的圣灵教会，入去111周年的中间，有上帝来看见，有上帝来开啦，信心因带带领，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听阮的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圣灵教会入去111周年的中间，愿你的信心不断催起阮，互阮到伫全世界无共款的所在，继续用上帝话、耶稣的听，信心大力开力来传出的福音，拯救失丧的灵魂，建立一个宣教的团队来荣光主耶稣的名。主，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按线接，咱继续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464首，福音真声伫大坛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即只咱别万心，咱来奉献。咱正起立，三个来祈祷。即阵阿爸爸上帝，主我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台湾即个民主自由，有会当互阮追求信仰的水的美丽岛屿的顶面的生活。主我献上阮的感谢，特别上帝通过今仔日屏幕书的信息。阮恳求信神大大感动阮，互阮会当为着迄个福音的缘故，有迄个灵、迄个敏感度，知影上帝你阮来区别，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当中，伫阮的公司，伫阮的做工课的所在，会当来看见人的需要，将迄个福音来传播出去。特别上帝，阮阁一摆献上感谢，因为你知阮的需要。我也感谢你，互阮有好的工课，互阮有稳定的收入。当阮献上阮淡薄，为你圣工来录用。特别上帝求你圣化这个钱财，正这教会相连以及传福音的录用。特别上帝也求你大大祝福阮，互阮会当弃掉信仰，一世人来跟缀你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请这刷者咱的报告，咱会当看荧幕上第一，集体关怀，咱恭喜本会会友林正涛甲陈瑜婷夫妇，啊个王贞冠甲陈志佑夫妇，因伫11月24甲正月初3拢生一个后生，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因的规家。恭喜本会会友林君如甲邱创俊夫妇伫正月初4生一个查某囝，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因规家。线接就是今仔日的活动，伫等下12:50到3:50的时阵，有一个咱双连教会教社委员会的事工，就是纪念救助的训练后盾计划到院前的教学那提醒各位，若有报名的，会当来参加咱有供餐服务期待各位伫即个训练中间来学习搁较济。过来就是新春感恩拍摄即个节目咱团务委员会要有一个活动，就是要翕即个新春拜年的即届的主角就是你咱伫个后礼拜正月21日第3场第2礼拜了后，就是伫咱10楼即个所在，咱要来翕即个恭贺新喜的祝福的话期待你会当邀请你的厝的人、小组团契你兄弟姊妹做伙来来翕，将你的祝福的话，正做即个平台来分送给所有的人。煞者，咱请屏幕师来欢迎来宾，牧养大道。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到阮的中间的兄弟姊妹。头一位是张永科弟兄，对美国回来，咱最近做者对美国回来好，伫迄个所在欢迎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迦南基督教会第二个是汤世宏和周彦端，知道做伙来，嘛是对美国回来过来是第3位是李俊全跟庄楚英，他们是从对美国亚特兰大教会来欢迎，是转来旅行对，请坐，过来是曾正辉仁辉长老的兄哥对美国曾正达因对美国回来对美国50天哇！感谢主过来是第5位是林静怡姊妹，是家己网络找到教会欢迎做伙继续来聚会。过来是洪慧珠，伫美国回来，洪慧，先出去，要紧小等呢，欢迎这来宾，互咱就交代所在，当工甲你介绍教会。真欢喜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这时来当心牧养的大道。听阮的特别上帝，主愿感谢了你，互阮台湾会当选家己总统。愿上帝信心引带带领，帮助伫咱教会兄弟姊妹中间，咱看到一个细囝出世，献就感恩伫你面前。愿上帝信心帮助。这新生儿，这老爸老母，帮助伊有上帝来稳定，用上帝话来教示的细囝，引带伊真做主耶稣门徒，帮助伊无欠缺，可以有经济需要时向你要求，你将每一项需要加添帮助伫这中间。主啊，阮也为着咱的细囝。咱的国中生有一个人要考大学，愿上帝帮助咱的青少年，听调上帝旨意，常常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求上帝引带因的脚步，要读好好考试，求上帝引带带领，
好这爸母无过头来烦恼，将一切重担，当一切需要需求来到主你施恩宝座面前来恳求，愿上帝引带带领因去适合好好来为主做工。主恳求你帮赞，恳求你祝福，互阮的教会兄弟姊妹，尤其是咱选举了后，也是讲咱的家庭中间的需要，咱的事业，拢伫上帝引带下面。主，阮同心祈祷，乃是奉靠主耶稣信主名求，阿门。接着咱来唱上营516首，这是礼拜就要煞，请起立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，上帝听叹，圣神的引带甲差遣，我们领受上帝恩典，阿门。请坐，别倒声阮强受差遣。